記者彭啟思報導。日本鳥取縣嘅大山因為被過度攀登，環境被嚴重破壞。當地有登山人士就發起活動，帶登山客運一啲石頭同樹苗上山，保護環境。相傳古代有愚公移山，日本鳥取縣亦都有一班登山客將一塊塊石頭運上山。I want this mountain to keep its beauty forever. 佢哋要登上嘅係海拔超過1700米嘅大山，係日本本州西部中國地區最高嘅山峰，自古以嚟被視為係神聖之山。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，大山成為日本熱門嘅登山地點，每年數以百萬計人登山。不過山上嘅環境亦都因為咁而受到嚴重破壞，土壤侵蝕，加上植物減少，山頭變得光禿禿。有保育人士唔忍心見到呢一座神聖之山嘅美景失色，30年前發起一木一石運動，鼓勵行山人士每次登山都帶埋石頭同樹苗上去，用砌石嘅方法保護受侵蝕嘅土地，又喺山上植樹，逐漸令到呢一度回復生機。運動嘅發起人當年亦都經常攀登大山。Back in those days, we did terrible things to it. It's up to my generation to do as much as possible to restore the mountain to its original state. 保育行動持續咗30年，佢哋希望能夠繼續傳承落去，等下一代有機會欣賞大山嘅美景。無線電視記者姚嘉欣報導。